婚林二轮图书馆推广多元的阅读，分享医疗的知识。伫港水指导民众开始了解一寡中药材药效，而且进行互生领域的 DIY 体验。二轮图书馆举办多元阅读活动，这摆主题是皮肤保健小界和手作 DIY， 吸引真侪注重皮肤保养的民众来参加。二轮乡公所咱的图书馆所举办的中药美容养颜的一个活动。除了外界环境压力，或者是平常时食食的关系，拢会影响皮肤的健康。透过讲述分享，民众会使学到实用的皮肤保健知识。很重要就是由体内而外，就是要从体内去调养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，那才可以让我们皮肤变得漂亮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然后了解到里面加了什么东西，原来皮肤里面需要什么的。活动当中，嘛会使做护肤领域，加入保湿的中药材来做保养品，互民众有趣味来体验以外，嘛会当互因知影中药多元的运用方式来帮助身体。结合中医的一些理论跟现代的一些药理，然后才能够去筛选出最适合肌肤的那些中药材。图书馆举办实体讲座，增加民众活动体验的机会，提升学习效果，嘛就是多元阅读的精神。